夜晚7:23，地點西貢海，坐標22.392，114.452，11米水深，水溫26.4，啲水好凍啊！你有冇發覺喺夜晚，如果閉住氣，你會變得冇咁寂寞，所有聲音都會冇晒，淨係聽到自己嘅心跳聲。能見到4.5米，好過琴晚半米。酸鹼值 pH 7.99，水流0.1公里，可能呢度都 OK 喎。會唔會呢度啲水都啱買魚呢？咦？哇！獅子魚啊，仲要咁大條添！阿魚啊，呢度都唔係咁啱你啦，你咁細粒，佢會當你係嚿壽司噶。第7針、第8針，收音機。第9針。